咧就開肩開胯。咁有啲人行路咧八字腳㗎嘛，係咪外八？有啲人咧就係內八啊，有啲人 O 型腳啊。咁咧就做完呢個動作咧，肩膊50肩咧會慢慢會好轉啊。呢啲坐骨神經貼住咧，就會幫你舒展下。咁啊，先咧就腳與肩闊，咁兩隻腳趾都要向前嘅。咁啊，後腳咧向後啲，兩隻手咧出去咧係用兩隻手好似俾人拔腸拉開口啦，要捉住個胃腩同埋肚皮咧，要貼住嘅尾門。1、2、3，咁樣揈上去，你就鬆一鬆拉長，可以開頭可以起後腳，可以起前腳。咁如果你肩膊拉開咧，兩隻腳都唔需要起啦嚇，咁啊會拉得好啲。兩隻手合啦，打開上，打開上。如果可以合嘅，唔使太高，兩個手揈出去，揈出去。咁可以高啲咧，兩個手相合。換腳啦嚇，咁啊到個右腳喺前面，咁喺呢度，右腳喺前面，左腳喺後面。兩隻手拔長下，兩隻手好似啲人掹出去嚇，前後咁掹長佢。初初做咧有個難度嘅，手腳不協調，咁做下咧，你嘅手腳就會協調。